聖誕節去中山玩3日，食咗隻最出名嘅中山乳鴿先。多謝妹夫招呼我住。港口鎮咧都有北角茶餐廳，今次去嘅目的咧都係諗住攞居民證，因為第時可以搭車免費。啲薑汁撞落啲奶嗰度咧，好香啊，而且好平，12蚊碗。老友記 Connie 咧同埋阿陸先生嚟咧探我，當然要飲返杯啦。我哋食最出名嘅脆肉丸。有蒸嘅同埋打邊爐嘅，黎耀祥同埋李龍基嚟試過啲肉丸粥，呢度係日仙湖公園石岐市，以前啲人都喺呢度遊閒嘅。喺大陸一定卡拉 OK 啦，同阿妹喺度 jam 歌，唱緊《如願》啊！繼續呢套呢個亞豆麵筋真係好正喎！好啦，跟住繼續去趁墟。第2晚嘅晚飯去香山家宴嗰度有好多孫中山嘅銅像同埋啲事蹟嘅。
咁古怪嘅嘢我哋冇食到，只係咧食咗呢個大閘蟹蒸肉餅，最貴呢個餸啦220蚊。第3日去咗咧東面近珠海咁嗰邊嘅五桂山區，即係三鄉雅居樂嗰邊，用40蚊人仔租咧呢個電瓶車，可以玩1個鐘頭嘅。呢個鄉鎮企業嚟嘅，佢桂南啦，同埋皮溪啦混合埋，咁裏邊咧有好多小食、咖啡店，同埋咧民居嘢，仲有好多田野啦，親子教育嘅基地，仲有可以玩艇仔嘅喎。後邊呢就係士多啤梨田。家電瓶真係實在太好玩，所以呢下晝再租多1個鐘。